伫要过年咯，阿强佫开始来扰乱台湾。昨暝雄雄来宣布，伫台湾的4khu练档做军事演习，而且演习的范围扩大集中。咱的空军规暝是一直紧急升空赶离因的军机，地面的飞弹部队嘛进入高度的警戒。根据着国防部的资料，为昨透早6点到今仔日透早6点，侦测到阿强的军机57只，其中有28只甚至是食过界、飞过海峡的中线。另外，佫有4台的军舰伫台湾海峡的周边咧活动，咱的国军是严密监控。中共的军机一直来伫乱，敢若昨就侦测到57架次的解放军机。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咱西南空域的就28架次。唔但呢尔，昨嘛出现4台中共军舰伫台海边仔伫活动。同一天，解放军东部战区嘛宣布对台进行打击军演，强调对陆的打击、对海的突击，并且呛讲坚决反击外部的势力甲台独分裂的势力构建。中国要应对美机或美机的话，当然会出动这个大批的攻击来对抗美国。这次航机图呢，居然有6个波次几乎是跨越海峡中线，跨越中线的攻击，我们就必须要谨慎的来应对，甚至严肃来面对这个课题，因为这个对我们的空防是一大威胁。为活动路线来看，除了东部甲东北部的空域，所有防空识别区拢有中共的军机来伫乱，互咱的空军是有够无用。这边的飞弹部队更加是进入高度的警戒。每当攻击有跨越中线的时候，那台湾空军呢当然会起飞我们要复数的战机去做因应，怕万一在有事的时候呢，我们空军可以占着比较多的一些优势的价值。这种说临战但是又不战的状况下呢，其实会耗损我们空军的一些零附件的增补甚至飞行员的体能耗损。专家认为，面对中国无人机来伫乱，咱方必须来赶紧精进无人机的研究技术。安尼要防范嘛，较免用这重的成本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